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恩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还你这几天的假期内底，会当有真好的休困，和厝里的人会当有真好的团圆。主，阮感谢你，还伫主日的时间，当参加组织，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阮要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参加伫底，互阮有安静的心，拍开的耳孔，通过领受你的话，你的生命的快乐甲智慧，也互阮所行人生的道路，会当真做荣耀你的人生的道路。主，阮也要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每一位服侍的同工参加伫底，显出阮有对你来智慧快乐，也阮手所做的真做你所欢喜。通因带领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也从每一位要来到你面前，甲你三千群的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因带领因的脚步，通平安来到这，也通过今日的礼拜，当甲你相拄，领受对你来大大的祝福甲稳定，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看顾保守祝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咱同齐来吟诗圣诗第54首。同心学路天父，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请坐，咱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落你，阮今日早起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你。伫今日这个特别宣告主日，阮来思考甲学习上帝救赎的恩典，互阮心存谦卑甲感恩，同齐来亲近你。主啊，阮感谢你的听甲恩典。伫罪的黑暗中，你无弃杀阮，颠倒用你神圣的手救阮脱离罪恶的捆绑。今日阮就伫遮，要罪死，上帝活，献上敬拜甲学乐。特别阮承认家己的罪恶甲软弱，阮常常袂记你的教示来犯罪。愿你清洁阮的心灵，洗净阮的罪恶，互阮重新得到你的荣耀。求你赐予阮悔改的心，互阮伫你的面前谦卑家己，悔改改过，并且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要说，你为着阮的罪来死，承受定时一价的刑罚，互阮通得到永远的活命，赐予阮力量甲智慧，互阮通怜悯需要的人，了解过犯。并且用爱心来侍奉需要的人。信神啊，愿你充满阮的心，引带阮行正义的道路。求信心的热火充满阮的内心，互阮为真理来发光，成做世界的光甲盐，帮助阮建立属灵的信心甲眼光，并且伫逆境中倚靠你的大气力。主啊，愿阮的敬拜。甲学乐超越礼仪，成做阮心灵真实的回应。
互阮的所做所行，拢通向周围的人传达上帝的疼甲救赎的信息。恳求信神持续更新阮的性命，互阮伫生活中活出你的荣耀甲见证。感谢天父上帝怜悯，恳求你的信心运行伫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身上，以致因互因经历你的拯救，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同时，阮伫遮嘛要为失丧的灵魂来祈祷，求你因显示你的疼甲救赎的大开力，带领因离开罪恶的捆绑，转向你救恩的路，帮助阮成做因生命中的见证人，用真理甲疼心来引带因行向你。伫这主日礼拜中，求你赐予牧者智慧甲谦卑的心，带领甲教示教会的群羊。求你加倍祝福每一个信徒，互阮伫信心中成长，彼此相听。求你接纳阮的祈祷，按照你的旨意来回应阮的呼求。愿阮伫这个主日礼拜中得到属天的祝福，也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疼甲救赎。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无够野，阮嘛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咱同齐来启用启文第13篇，也是诗篇51篇，伫圣诗的后面第19页至21页。我来启，请兄姐大家来言。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净洗除。因为我家己知影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乌溪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让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让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像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今日早起，圣歌队要用只有基督这首诗歌来阿罗上帝。
感谢圣家队用遮水的诗歌激励咱，嘛带咱领来敬拜上帝。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14节。现代中台语译本汉语版第336页，现代中文译本第239页。我要用台语汉语版来读。安尼，咱要讲啥物？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稳定搁较加添是无？绝对毋是。咱遮会做已经死的人，兼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甲伊死。既然咱通过洗礼甲伊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灵光的权能对死国我，咱嘛着过新的生活。既然咱甲基督成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国我。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是要互受罪约束遐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过做罪的奴隶。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投放。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世人中国活，未过死，死未过支配伊，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甲罪抵押。伊即马抵押是为着上帝抵押。安尼，你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伫我，所以毋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谈本身的欲望；嘛毋通将恁身躯的肢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倒着做一个死人中国活的人，将家己献互上帝，将身躯的逐肢体献互伊做伊的工具，毋通互罪。甲恁支配，因为恁毋是活伫律法下，是活伫恩典下。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嘛照安尼行的人。今日采取本堂杨新照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做死，上帝话，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甲稳定，互咱通过一届参加组织，做伙来敬拜伊，也互咱通做伙通过圣经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助。只是要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是你的稳定，是你的听，互咱通过一届参加组织，来到你面前，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主啊，只是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互阮的生命通得到快乐，得到帮助。我要根据你的信心，只是运行伫阮中间，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阮通专心领受你的话，要快乐，将你的话来行出来，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将阮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根据你来引带锻炼祝福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拢真清楚知影，圣经分做旧约甲新约，拢总有66卷。咱嘛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真做咱信仰甲生活唯一的准则。所以并无倒一卷的圣经特别重要。每一卷册拢是上帝真理的启示，拢是上帝的话，也拢同款的重要。但是咱嘛爱知影。每一卷圣经，每一卷册因所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目的，也是因要处理的代志、处理的问题，拢无同。所以每一卷圣经因对特定的主题会有特别的教导，有较侪教导。所以当咱在讨论某一个主题时，咱就特别看倒几卷的圣经来得到教导。
今日咱所读的经文伫罗马书，罗马书对什么是救恩有较完整的一个说明和讨论，是咱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基础一个真重要的一贯册，真值得咱好好啊来研究，好好啊来读。咱若是对咱教会的历史有小可了解，咱嘛会知影。罗马书对整个宗教改革的运动有真关键的一个影响。宗教改革的运动的一个领导者马丁路德，伊对读这个罗马书的过程内底，伊确认因信称义，因为信互上帝称作义，这个真重要信仰的原则。伊知影人会当互上帝接纳，人会当重新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毋是因为人的好行为，毋是因为人做甚物，单单是因为人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伊通过安尼要求当时的教会，天主教会爱做改革，因为咱知影当时的天主教会有真侪做法是无符合这个因信称义，这真重要信仰的原则。比如讲，因为着要去真大礼拜堂发行这个赎罪券、赎罪券，就讲你摕钱来买这个赎罪券，你会当赎罪。这款的做法和信仰、和圣经的教导是完全无共款，所以当时侪宗教改革家就出来做改革。特别这个马丁路德，一定1517年，1517年10月31日。伊提出95条信仰的提纲啦，就是伊对信仰的看法，对信仰的一寡疑问，当时教会一寡疑问，伊嘛公开邀请所有的人通做伙来辩论，什么才是真实圣经的教导。所以对这角度来看，罗马书通讲对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罗马书内底真清楚信仰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的教导，互侪侪宗教改革家通真有气力来推动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所以马丁路德已经看重罗马书，伊安尼讲罗马书毋若值得每一位基督徒真谨慎来记得每一个字，而且值得因每一日来思考，通成做灵魂每一日的食物。伊感觉罗马书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爱对罗马书非常的了解。罗马书伫信仰的基本的教导顶面，互咱通对咱整个的信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罗马书有伊的重要性。罗马书伊和其他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有一撮无共款的所在，咱等下会做伙来看。其他的批信大部分是保罗写予特定的教会，特别是伊家己设立的教会，比如讲哥林多、以弗所、腓立比，这教会拢是保罗家己设立的教会，所以伊写哥林多前后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等等的批信，写予这特定的教会，也是讲伊是写予一撮特定的人比如讲提摩太、提多、腓利门这种是特别每一个个别的人和个人和因讨论一撮真实务的问题，针对较实务的问题来做讨论、做分享。但是罗马书就较无共款，罗马书毋是保罗所建罗马教会毋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伊对因无遐尔啊熟。伊所处理的嘛，毋是一个较特定的问题，伊是咧讲较整体啦，较整体信仰的重要的原则是甚物？所以通过罗马书会当互咱对咱的信仰有真大的帮助。罗马书整个的内容主要在讨论讲，什么是咱信仰上界重要的原则？保罗一点一点来咧讨论做说明、做澄清。这煞咱就小可来了解当时的罗马教会的情形，这通帮助咱对罗马书会当更较好来了解。咱就都有讲，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伊所建立的教会。建立罗马教会的人，应该是当五旬节了后圣神降临节的时，对罗马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经历过圣神降临的这个事件了后，受到感动，当去到罗马的时，因就做伙建立当时的罗马教会。
这个人内底应该有一部分就是听到彼得大有气力的讲道了后，咱会记得圣经有记载，彼得一届讲道，互3000人信主。这内底检查也有对罗马来的人、犹太人，因等于到罗马了后，因就做伙组织建立当时的上届开始的罗马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一开始应该是对犹太人的会堂这款的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后来就有侪无一定是犹太人的人，嘛真侪基督徒也加入这个教会。这是罗马教会的一个背景。罗马书以写作的目的有几项，咱通做伙来分享。咱知影保罗伊是一个真伟大的宣教师，伊一生通讲拢真专心咧宣扬福音，领受对上帝来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伊的一生有3摆的布道的旅行，大部分是伫地中海的东部这个所在在活动，而且建立真侪教会，引带真侪人认捌主。保罗伊布道宣教这款的热情，到伊真年老的时，伊犹原无减少。所以虽然伊结束3摆的布道旅行了后，伊犹原随时在想，佫有啥物所在是还未得到福音的所在，佫有啥物所在是我会当去传福音的所在。保罗当时伊想到一个所在，就是西班牙咱若对地理较了解，咱知西班牙伫地中海的另外迄边一边是耶路撒冷，一边是迄个西班牙等是离真远的所在。所以保罗伊真渴望有机会到这个福音还未到的所在去传福音，但是伊知影伫遮尔宽的这个范围内底，当时的罗马帝国内底。伊若想要到遮尔远的所在去传福音，那呢整个帝国的中心点罗马，应该有是一个爱扮演真重要的角色罗马的教会乃当真做伊宣教事工的支持，那呢伊这个宣教布道的事工会当成功，还有好的果效。所以保罗通过写罗马书，当时罗马教会在信徒在表明，什么是我领受传福音的使命。我渴望怎样做？恁会当安怎真做我的支持？这是保罗伊写罗马书第一个真重要的目的。第二，保罗伊伫罗马书内底也将伊对福音的了解、对信仰的了解，通做一个经历统整啦罗马教会来介绍伊家己详细嘛来处理认同。那有讲罗马教会和其他教会无共款，伊毋是保罗所建立，毋是保罗真熟悉的教会，所以保罗要得到因的支持进前，就要先互因会当认捌伊，了解伊要做的代志是甚物，也就是说想法是甚物所以通过罗马书，将信仰的这基本的道理做一个整理，将伊所领受福音的真理做一个整理，伊希望通过安尼。互罗马教会这信徒会当更加认捌伊，也会当进一步来支持伊，会当得到因的认同。第三，保罗伊写罗马书，也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帮助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真做合一的一个群体。咱之前有讲，罗马教会一开始应该是由这有犹太人的背景的基督徒所组成。但是后来咱知影教会发展了后，渐渐都有毋是犹太人的背景的基督徒嘛，加入到教会内底。伫当时的教会内底，毋那伫罗马教会是安尼伫当时侪教会内底，拢会拄到即个问题。无共背景的这两群人，因做伙组织伫教会时，侪意见、侪习惯无共款，所以有当时就一撮冲突、一撮张力，这互教会会较变做咱讲牛条内底搭牛母啦，就是讲侪气力拢用伫内部，无法度向外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嘛伫几个所在拢在甲因提醒，虽然有的人较早是犹太人，有的人较早毋是犹太人，但是即马不要紧，咱拢伫基督内底，真做属基督的人，咱无个需要分犹太人，毋是犹太人。保罗希望通过安尼，互因会当真做一个合一、有气力、往外来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望所有的人会当伫教会内底学习彼此接纳来追求合一。第三，咱来看罗马书整个批信伊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咱若要用一个真俗家的主题来讲，就是福音什么会是福音？传福音遮尔重要，那呢，咱就爱先讲什么会是福音？什么会是咱要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为什么人需要上帝的启示？需要知影上帝爱咱怎样行？叫人要怎样来经历福音，来领受福音？福音对人将来永远的生命有什么款的意义？上帝的话对咱有什么款的应允？迄个将来的望、将来的生命有什么款的应允？还有一个就是和咱今日所要讲的主题较有关系，就是福音。咁简单，和将来的代志有关系尔。福音和咱今日每一日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款的关系？福音要安怎引带咱过每一日的生活，成做上帝所欢喜。咱通看这几个主题，对咱基督徒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主题。通讲，甚至咱若想要人传福音，这几个问题，咱应该拢爱去了解，拢爱去认识所以马丁路德鼓励咱爱常在读这罗马书其实是非常有道理伊感觉整个福音重要的代志，拢记载伫罗马书内底。好，咱接续咱就要进入到咱今日的这个主题咱所读咱今日的经文伫第6章进入第6章之前，咱爱小可来看第5章在讲什么伫第5章内底，保罗伊安尼论证伊讲，咱是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通和上帝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因为咱和上帝中间的关系，原本因为咱犯罪，已经和上帝迄个关系已经断绝去。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替咱完成迄个拯救的工作，将咱和上帝中间迄个断去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关系要拯救咱脱离将来审判的日上帝的受气，也就是讲换一个意思，就讲，互咱通有这个永远活的这个把握永远活的应允。伫最近咱教会内底有侪兄弟姊妹来离开了安息伫这主持个别礼拜中间，我有一个真深的体验。若毋是咱基督徒，若毋是有永远活的愿望，咱的人生其实和侪人拢共款是伫无愿望的内底。我想这个永远活的愿望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应允。总是这个永远活的愿望是通过咱耶稣基督为咱做的代志，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流血，咱通重新和上帝建立这个好的关系，得到这个永远活的应允。这是保罗伊伫第5章咧讲真重要的代志。所以接续第6章，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救恩敢若和永远活将来的代志有关系哪点吗？救恩福音和咱今日的生活有什么款的关系？对咱今日的生活发生什么款的意义？这是伫接续咱今日要读的这段伊所要讲的。伫第1节到第2节的所在，保罗伊家己提出一个问题，伊讲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上帝所拣选的人，咱敢会当继续活伫罪恶内面？保罗伊用的是一种这种题材这种题材叫做对话题啦对话体就是讲伊家己提出一个问题，提出问题了后，伊会家己做回答那像有人咧对话共款但是其实这个问的人和答的人其实拢是伊拢是同一个人这是当时真流行因真惯势用的一款的方式，通过安尼互问题提出问题回答，提出问题回答，互这个问题当哪来哪清楚，通过安尼互听的人会当知影伊所要表达的是啥物。保罗伫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伊特别是针对第5章的20节后半段伊咧讲罪伫倒位显明，
稳定就更较显明。保罗伊家己知影，伊家己咧想吼，我伫第5章的上开尾啊，讲安尼，即款的讲法，即款的话，可能会引起有人的误解吼。有人感觉讲，你讲罪哪济所在，上帝稳定了哪济？那呢，咱是毋是一直来犯罪，犯哪济罪，啊，互上帝稳定哪来哪济？保罗伊讲吼，恁即款想法毋对啦吼，伊安尼讲吼。伊讲，咱应该继续生活伫罪，通互上帝稳定显明更较丰富嘛。伊讲，当然毋是，当然毋是吼，毋是即款的逻辑啦吼。有人有一款的错误的想法，就是讲，上帝会听，上帝稳定遮尔啊大，咱犯错了后，若甲上帝悔改认罪，就要得到赦免。那呢，咱根本就无需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咱就继续活伫这罪恶内底，享受罪恶内底的快乐就好。保罗真严厉吼，真决绝啦吼，真讲安尼绝对袂使安尼。因为保罗伊要真清楚甲咱讲，上帝是听，这当然无毋对，上帝有真大的稳定无毋对，但是上帝对咱的听，毋是无原则的听。亲像咱父母吼，咱听咱的囝儿，咱一定拢真听。但是咱对囝儿会听，若是正确，就袂使无原则。若无原则，就变做听信，变做溺爱。即款的听，对囡仔也无一定是正面的帮助。上帝共款对咱的听，嘛毋是无原则的听。上帝的听内面有伊公义的原则，有伊做代志的原则，所以咱永远就爱照安尼来行。所以保罗在甲咱提醒。咱既然真做属上帝的人，咱就应该含罪来做一个过程。要安怎含罪来做一个过程？伫接下来第3节到第5节，保罗伊安尼讲：咱信徒，咱属于上帝的人，拢是参与伫基督的死甲割活，参与伫基督的死甲割活。第5节的经文安尼讲，伊讲借着洗礼，咱已经甲伊做伙死，也做伙埋葬。同款嘛，要经历伊的割活。洗礼接受洗礼，伫遮所代表的是整个悔改的过程。借着洗礼，这毋单单是外在的宗教的礼仪那定，伊要成做咱和基督连结一个真重要的记号。保罗甲咱讲，通过洗礼，咱归入基督，和基督以及伊伫十字架顶所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来联合、来结合，互咱有气力过一个新的生活，互咱会当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款式。咱已经是属伫基督的人，咱就爱常常提醒家己，我已经是和基督结连的人，我无要搁活伫过去迄款罪恶的生活内面。接下来第6到第7节，保罗伊进一步来解说，关于咱通过洗礼和基督做伙死，到底是啥物意思？保罗伊安尼解说，伊讲是代表讲旧的我和基督已经做伙顶十字架。这旧的我所指的，就是咱还无认捌上帝进前，咱所过迄款伫罪恶中的生活，互上帝所无欢喜迄款的生活。迄款旧的我、旧的生活的模式，已经和耶稣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死去。咱已经和迄款的罪来过长，无要搁受这款罪的管制，无要搁做罪的奴隶。咱虽然犹原也活伫这个有罪的世界内面，犹原也可会受到罪的诱惑甲试探，但是咱和罪恶的关系已经无共款。无认捌上帝进前，罪正做咱的主人，罪讲啥咱就做啥，完全无抵挡的能力。但是即摆无共款，咱正做属基督的人，罪诱惑咱的事，罪来试探咱的事。咱靠着耶稣基督，甲咱结连迄款的气力，咱有气力会当甲罪讲无爱，咱会当来拒绝即个罪恶的生活，互咱会当对罪内底得到自由，去过新的生活。过去伫咱还无认捌上帝，也无认捌真理进前，保罗伊讲，罪着哪亲像咱的主人。咱知影伫圣经内底咧讲迄款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吼，毋是像咱
讲头家和新郎中间吼，新郎有啥物意见，可以当甲头家讲。伫当时迄款主人和奴隶关系是完全无吼，主人讲啥，奴隶就是100%会顺服。较早咱也无认捌真理进前，罪甲咱讲啥，咱完全无能力，咱就是照罪的有血去做，完全无抵挡的能力，无法度对罪恶中来脱身。但是即马保罗甲咱讲，通过洗礼，通过和耶稣基督的结连，咱迄个旧的我。罪恶的咱已经和迄个耶稣基督做伙定立十字架，已经死去。咱即马会当过新的生活，有能力选择做正确的选择，会当选择行生命的道路。最近伫咱有注意新闻有一个Me Too 的即个代志伫社会大家层面在发生在。嘛，毋是讲发生，应该讲揭发啦，揭露出来哈。人的软弱就是安尼，人心内若无真理，那安尼咱所行所做拢是歹，所想所做的无一项好，这是圣经甲咱讲。咱真需要上帝的话，诚做咱生命的开导甲帮助。若无咱甚至毋知影咱家己伫罪恶中，毋知影咱家己应该爱做啥物。所行所做，咱感觉真快乐，但是最后咱就爱为了这个罪恶中的快乐来付出真大的代价。接下来第8节到第10节，保罗伊进一步来解说，大多是咧讲关系和基督联合做死，和基督通过洗礼和基督做伙死是啥物意思？接下来伊要解说讲和基督联合得到个活是啥物意思？这所在所讲的个活有2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讲将来真久的将来，审判的这个时，咱的死去的身体会个活起来，这个身体的个活、肉体个活会实现。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即马也活的时，咱就会当领受迄款新的生命的款式，会当过一款新的生活，一款新的生命。基督已经赢过死，所以属伫伊的人嘛共款有赢过死的即款的权柄。我想咱的信仰毋是简单，互咱有永远我的愿望、永远我的应允定。咱的信仰内底一个更较重要的部分是帮助咱伫要伫地的时，要伫这世间咧生活的时，咱就会当享受伫主内面迄款新的生命、迄款的平安、迄款的祝福。伫福音书内底有一个咱真实的譬喻，就是葡萄园的工人的譬喻。葡萄园的主人看伊的葡萄园葡萄已经成熟，伊就去外口请真侪工人要来斗收成。透早6点出去，看到工人就甲因请入来；9点出去，有看到各有人，搁甲请入来；12点、下晡3点，甚至到下晡5点，准备要收工进前，看到有人拢甲因请入来。这个故事最后的这个譬喻最后的结局，咱拢知影。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后，要发工钱上介万的入来的人先发偌济钱？有印象无？1箍啦迄1箍毋是咱真的1箍1箍是当时大概一个小家庭维持生活的需要的一个金额上介万入来的人，做超1点钟的人，摕到1箍，过来要分迄个3点入来的人，因会安怎想？想讲因做1点钟得1箍阮做3-4点钟应该摕到搁较济工钱有无？无，毋管你几点入来透早6点来嘛，最后嘛是摕到1箍主人敢有亏待因？有人讲有，有人讲无。照讲是无啦，因为主人咧请因的时，就甲因讲好工钱恁做1工就是1箍银恁的工作的代价就是安尼。应该讲后壁来的人摕到1箍是主人特别加互因所以你若是工人，你要选择多一个时间入这个葡萄园？3点，有人写讲5点要去。
生理人吼，会头壳就是安尼吼 ，CP 值较悬吼。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透早就去的人，伊虽然付出搁较侪精神、气力咧做工作吼，但是伊有加得到啥物货无？恁想看觅？哈？练身体？毋是啦吼，就是讲，伊透早就去的人，伊加得到啥物货吼？我后来的体会是安尼，咱拄仔讲。一箍银是一个小家庭的人，或一工生活的需要。伊透早6点就有主人甲伊请，伊就有一个把握讲，我今日厝里的人的需要一定会当得到满足。伊咧工作的时间会做烦恼，伊心内其实是做平安。吼，我的工作得到的代价会当满足我厝里的人今日的需要。12点才入的人。伊头前迄几点钟会烦恼袂？会，像啊，拢无人要请我去吼。今日我厝里的人的需要到底要安怎？迄5点才去的人看起来足轻巧的，对无？但是其实伊是规日拢伫遐烦恼，烦恼啊，到尾今要收工，安那拢无人请我吼，烦恼甲看起来，因每一个人拢是得到同款的工钱，但是迄个较早入的人，其实是得到心内的平安。心内的确信吼，确定啦吼，所以对这个角度来看，那有人甲咱讲吼，啊免啦，我免遮尔啊早信吼，我较慢的较来吼，咱得当安尼甲讲分享啦吼，分享互伊听吼。基督徒咱所得到的应允，毋是简单将来的代志，永远我的这个愿望那点，系永远我的愿望咱拢会得到，无毋对。但是你若较早来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这个福音。那安尼，你在世的生活就要生活伫上帝的祝福、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底。我想这是一个更较重要、更较大一个应允吼。所以，咱若伫将来要得到迄个永远我的愿望、永远我的应允，咱伫在世的生活也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气力，来当过一个平安、过一个受祝福的一个生活。伫最后，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段11到14节，这个人讲，咱来活出一个新的身份。咱就时时提醒咱家己，知影咱已经是罪来死，也伫基督内底得到新生命的人。咱会当时时提醒家己，爱活出这个新的身份，会当着上帝来活。像是咱嘛得爱下定决心。最人咱拢知影，咱头壳知影，但是有当时咱。做出来，可是和进前同款，无啥物改变。咱得下定决心，无搁互罪来掌管，也将咱所知影这款真重要信仰的原则，和罪相断绝这款的原则，化做咱实际的行动，无去和罪恶高甜，互咱的生活当成做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也通将保罗伊嘛进一步讲，将上帝互咱逐款的能力、逐款的恩赐，毋是搁懒散用伫罪恶的所在，是会当用伫上帝按咱用的所在，成做义的器躯，会当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行事、来为人。我想保罗伊家己的性命，其实就是这段经文真好的一个例啦吼。迄个老的我。通过认捌耶稣基督来死去，即马伫活的是一个新的我，有上帝的气力，有基督的气力伫生命内底，伫活一个新的生命。咱知保罗伊认捌基督和基督三度进前，伊是一个压迫吼压迫基督徒、掠基督徒压迫教会的人，但是当伊和基督三度的时，伊生命就完全受改变。而且伊毋是单单知影尔，毋知讲毋是单单知影我的生命无共款尔，伊受改变了后，伊就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世界去传福音，付上一切代价。伊本来看最好、看最重要、看最有价值的代志，伊拢甲藏咧，全心一意为着上帝福音、上帝所交代的使命来拍拼。甚至几啊摆差一点去用台戏，去用海戏，坐船他妈拄着风影死去，伊拢感觉袂要紧。
愿意为着上帝所交托伊的使命，尽力来跑走。保罗就是活出新的身份、新的性命，一个上介好的例。愿咱会当通过保罗伊所讲的一个信仰的体会，咱嘛通来学习，从迄个旧的我和耶稣基督做伙顶伫十字架顶，互咱会当和基督共款，活出一个各我的性命，无共款性命的款式。结论来讲，咱今日经文甲咱讲，咱基督徒是一个爱死嘛爱活的人用罪来死，用上帝来活。用罪来死，咱就通过认罪悔改，和咱的过去的罪来断绝关系，离开咱过去的罪。无需要建议咱每一天。咱伫一天的结束要休困之前，咱有一段时间会当做认罪悔改的祈祷。咱想看卖，伫今日我有啥物代志来得罪上帝无？我今日有啥物代志来得罪人无？而且咱就要用一个咱感觉有啥物代志做了毋对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事，咱就要用一个坚决的决定无要搁做同款的代志来拒绝这个罪恶。耶稣捌伫伊捌安尼讲讲人面对罪恶的时的态度应该安怎？耶稣讲，若是手互你犯罪，就安怎？骹剁起来，毋是手剁起来。手犯罪就手剁起来，骹犯罪就骹剁起来，目睭犯罪就捂起来。耶稣在讲的是一个真坚决的决心啦。面对罪恶，咱若无即款的决心，咱往往就是一届搁一届伫罪恶内底来犯罪跋倒。愿咱通通过保罗对咱的鼓励，上帝的话对咱的勉励，互咱会当对过去的罪恶内底得到完全的改变。基督徒嘛，就爱活，上帝来活。咱通常常通过敬拜、通过读经、通过祈祷来甲上帝相较亲近，会通互咱活出上帝爱咱活、上帝所欢喜的款式。活出新的生命，活出这个影响力。伫圣经内底有耶稣有甲咱讲，咱爱做世上的光，做地上的盐。这个讲就是咱的生命爱活出影响力。伫咱今日礼拜接续啦，咱会做这个暑期暑期的短宣队，和宣教营会这人员因的车遣车派。我想这款参与伫宣教的活动、宣教的事工内面，就是一个发挥影响力上介好的行动通过咱的参与，通过咱的关心带导，或者福音的行动，会当发挥影响力，会当引带更较侪人来认识上帝。所以要用上帝来活，牧师嘛要互咱一个建议咱每一天会当将一段时间分别做成。用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咱用这段时间来亲近上帝，读圣经、唱诗歌、祈祷，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想通过安尼，咱要日日来亲近上帝，知影上帝对咱的心意。愿咱每一位，像是死去的人，像是嘛是活着的人，用罪来死，用上帝来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伫阮还无完全，伫阮还是罪人的时，你着大声听阮、敬选阮，为阮伫十字架顶来牺牲流血。主，我感谢你，还遮尔大的恩典，我要恳求你，还时时会记得，阮无过是活伫罪恶中的人，阮是有新生命，通活出新的款式的人。主，恳求你。信心也常常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互阮伫面对逐款的试炼、逐款的诱惑、试探的时，互阮会当有气力赢过遮个，也互阮的生命通来用光你，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将阮的教会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也赐互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信息的传讲甲教示。接着咱要用圣诗123首比调，耶稣真正四国外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大家起立。
请坐。接着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
请大家起立，咱来做奉献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愿阮的奉献，若是为着支持教会事工甲需要，搁较是一种敬拜的表达，一种对你听的回应。愿伫奉献的过程当中，通欢喜将家己献上，互你的荣耀伫阮的生命中显现。天父，求你看顾所有参与伫奉献的人。你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甲心愿，愿你按照你的方式供应因的需要，超过因所求的。愿你的祝福甲恩典充满每一个奉献的家庭甲个人，互因伫侍奉甲生活各方面拢通看见你的作为甲心意。主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求你接受阮谦卑的奉献，互阮一切拢成做荣耀，甲学到你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请坐。同齐来关心教会消息。伫报告台先要甲大家报告的是，今日书会本来是时咧长老，因为伊身体需要休困，所以换我来就无顶面未覆盖。咱先来关心本周的特别事工。本周日是本会所定的宣教的主日，请兄弟共同关心教会各项的宣教的事工，透过参与、祈祷、甲奉献，同齐来宣教，互福音带予每一个人真正平安、甲喜乐、甲搁较丰盛的生命。然而，咱伫礼拜当中要举行教会内书记个人团队海内外宣教的推荐甲祝福，愿上帝祝福带领所有的服侍。过来是集体关怀，本会会友刘仁豪兄弟的妈妈陈丽香的婆婆刘小敏女士，伫5月31安歇主怀。伫本主日早起8点半，伫台北市第一宾馆福寿厅举行公祭，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点，本会会友蒋志阳、贾庆凯夫妇。定伫7月2號下禮拜主日下晡3點，為伊長子蔣秉洲兄弟伫7樓禮拜堂舉行追思禮拜，請兄弟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第3點就無寫，則補充本會會友李水發弟兄，就是李許炳霞姊妹的翁婿，伫6月21安歇主懷，請兄弟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過來，咱來關心釋教110周年研討會第2講後疫情時代宣教甲教會轉型，伫下禮拜拜六7月22早起9點至下晡12點半，伫10樓禮拜堂，咱有請到甘仲維博士甲莊孝勝牧師。實務的探討嘛，有請到台北真理堂資管處的黃怡仁主任，甲咱教會數位發展委員會同工。這個講座愛報名，和同工通準備講義。你若有要來留來午餐，愛交費100塊。詳細咱來看周報內面，嘛請大家來做報名的連結。上尾一個消息是，翻譯小組要招募日文翻譯同工幾多名，主要是伫教會主日第3場台語的禮拜，需要同工將台語同步翻譯做日文，
服侍的时间是主日早起10:20至11:40。若是你对于翻译日文的服侍有感动，请甲梁维珍牧师来联络。过来，咱要来举行车牌祝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教会伫暑期的中间，有真侪只的宣教的活动，无论是儿童、青少年，也是成人，拢有参与伫即个无共款的宣教的事工吼。咱来看，咱有几项吼。第一项就是咱青少年的部分。皮牧师会带因到台中港教会来做一个短期的宣教队这个儿童的部分，廖慧茹牧师会带因到宜兰的东山教会做短宣队。个人的部分有罗斯恩参加去到希腊做一个短宣队高旭亨去美国。参加美国的这圣地亚哥台湾教会伫咱彰化甲原林，甲这个嘉义的大拿做这个宣教的活动。阁有素英姐也参与着基督精兵营伫这个缅甸的这个宣教虽然特别伫这个时刻要来因采客领受呼召来参与伫宣教的工作，你要领受这个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你要领受这个责，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你有要安尼行无？这个时阵，我要来查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官兵，差遣恁去宣教。无论伫台湾也是国外，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伫意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差遣，阿门。好，咱先向后转，先向后转。好，咱来拍鼓啊，来鼓励哈。因伫年轻的时阵，得当参与这个宣教的活动，咱着爱支持咱会当为着因的经费来奉献，也当常常替因祈祷，卖当鼓励咱捌的人，也是咱本身会当献身伫这个宣教的活动，这才是咱教会成立主要的目的。好，咱搁一遍拍鼓啊来鼓励。好，多谢，好，没错，好。这是要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的兄弟。第一位林丽蓉姐妹伫这个所在伊是对洛杉矶回来伊是属伫洛杉矶的大福的教会是咱教会汤秀娥老师的朋友啦伊即届回台回来探亲愿上帝祝福。第二位李燕义弟兄汤老师的儿子汤老师的大汉囝咱有愿欢迎因。咱嘛欢迎恁伫礼拜了后伫贵宾室的所在，咱同工会进一步甲咱接待。毋知敢过咱今日第一摆来的兄弟若无咱即时要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
感谢你，互阮常常会当通过你的话，你的提醒，你的帮助，主恳求你常常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一步一步来引带带领阮，也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合你的心意，也通过阮的性命会当来荣耀你，诚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啊，即时也特别为着教会内面做兄弟姊妹，因的欠缺需要来祈祷，无论是身体有病痛、心灵忧伤、艰苦。也是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呢？主恳求你，拢用你丰盛稳定慈悲来款待因，互因伫困难内底也经历你加倍同在、加倍祝福。特别也将拄着亲人死失、安息的家庭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帮助因，互因伫真毋甘艰苦的过程内底，有对你来真实的平安、望甲三个地底，也有开来继续行头前人生的道路。主啊，佫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将阮的教会、阮书记逐款的事工，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祝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上营圣诗507首，灵光归信父上帝，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助，甲咱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